王大哥，烤乳猪家族第4代传人。今日睇緊。这里的乳猪是不一样啦。还烧的鸡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还肥我们也不一样。做人最緊要真誠。他现在都做了40年了，我做到20多年了，已经飘香过来了。烤乳猪要选用3、4个月大的小猪，给予他们最具虔诚的仪式——缠绕、沐浴、入炉，盖上炉盖，加足火力，让乳猪在炉内升华，其余的都交给时间。烧出来就立即吃掉它，这好吃。一长了就那个皮就不脆了，最多是1个小时左右了。